姐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Siti Windari，幾多歲啊？43，43歲，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婚啊？結咗婚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小朋友幾多歲啊24啊， 24歲啦，大個啦，一個啊？係一個，好，OK，姐姐你可以講國語對嗎？可以好，你廣東話都 OK 喎，OK，，OK 少喎，少，好叻啦。姐姐你第一個老闆喺香港喺太古係咪啊？係啊，大個先嘅係啊，太古城照顧乜嘢啊？照顧公公，照顧公公，公公識唔識行路啊？佢慢慢行啊，慢慢行。係你要唔要幫公公沖涼啊、換片啊？有啊，沖涼啊，換片啊，仲有咧要幫手做咩啊？食飯啦，食飯，要幫佢食飯。係啊，會俾他食，公公肥唔肥啊公公冇啊，好？OK 嘅，好少好瘦。少啊，係嗯，好。咁跟住呢個老闆你做咗4年係咪？照顧公公。係啊。好，咁之後去咗邊度啊？去咗邊個老闆度啊？做嗰個分領啊，粉嶺呢個照顧乜嘢啊？分領個照顧婆婆公公啊，照顧婆婆嗰兩個係咪啊？係一兩個啊，兩個。呢個粉嶺呢個婆婆公公健唔健康啊？啊兩個都健康啊，你自己慢慢，自己兩個都健康，慢慢自己慢行。慢行啊，係慢慢幾多行啊。歲啊？佢哋啊公公咧85啊，婆婆都82啊嘛，我82歲。好，咁呢兩個就唔使幫手換片，唔使沖涼。唔使佢自己好啊，使唔使同佢哋睇醫生啊？有復診嗰睇醫生，你識如果你睇醫生，你識唔識啊？陪佢去聽，我識，聽唔聽得明啊？我識啊，哦，去邊間醫院啊，姐姐？嗰個北企醫院嗰個上水北企醫院。區。好，好。咁之後，姐姐你而家呢個老闆咧住邊度啊？係上水啊，而家而家係上水，上水而家做咗幾多年啊6年啊， 6年啊？一個老闆啊？係啊，你有一個啊，好，咁呢個照顧乜嘢啊？照顧公公婆婆嘅，係照顧公公婆婆。點解婆婆而家去咗邊啊？啊，而家婆婆係咪要去老人院啊？係啊，婆婆係女人，公公走咗啦，公公走咗，你嚟嘅時候有公公嘅。你啱啱嚟香港有冇公公啊？你啱啱做嘅時候公公喺有啦，度。公公我照顧佢5年，公公走咗啦，仲有一個婆婆呢個，哦，冇問題。咁以前你公公婆婆你要點樣照顧佢哋？呢個使唔使沖涼啊？公公有沖涼啊，婆婆又中意兩個都有沖涼幫手㗎，咁你要抱佢哋啊？係咪啊？唔係抱咁樣嘅，係啊抱啊，換片咧？換片啊，夜晚有換片。好啊好。咁佢哋中意食啲乜嘢啊？公公婆婆啊，係公公婆婆中意食啲咩啊？佢接咗食飯啊，同埋個炒菜去腍啲咁樣啦，老人家食嘅腍啲咁樣。整腍啲。好。係咁煲湯咧，姐姐？煲湯有煲湯啊，你全部都得，你自己去街市係咪啊？我自己買餸啊，嗰個有自己煮咁樣嘅。好啦，咁因為你都好叻啦，做咗6年照顧佢哋。好。咁驚唔驚狗㗎，姐姐你？我好驚啊！我已經咬過我嘅，我咬過你噶啦。試過啊？試過啊？係啦呢個你之前係咪去過台灣啊？有冇去過台灣啊？係啦，我喺大灣10年啊嘛，10年啊， 3年啊？係啊，哦，3年照顧乜嘢啊？呢個我日日用啲照顧老人家咧。亦都係照顧老人家。喺邊度啊？台北啊？唔係，係咪大啤？係大啤，係咪南島咁樣啊？南南島啊，投。係好的。好，那個是照顧阿媽還是阿公？這個是照顧阿公啊，照顧阿阿公。公。好的。OK，那你很多照顧老人家哦。
我的全部是照顧老人家嘅。好的，這那個不知啊，全部都是你，還可以幫忙洗老人家澡，那很好，姐姐。好的，謝謝你，唔該晒姐姐，拜拜。